另外一位文学美术类的得主彭水金，伊是清早提研究客家文学、台湾文学的学者，伊更加是文学台湾杂志的主编，也提过到大学教课。彭水金1970年开始入七家庭研究台湾文学，同时整理分析台湾重要作家同作品，对台湾文学有重要的贡献。在大学教书的彭水金，从头利用教书有限的时间，也是了解来写文学评论，为将台湾文学来做文学发展的方向。在大学的时间，为到写一篇报告，然后从小生的作品一下脱题，要带彭水金开始行入台湾文学。从小生身上看到讲，安样的佢受看到安样的文章，其實鼓勵講安嘢做得去研究總理課啊，個介紹安認識入發到身上。台灣冇學到獨特嘅東西啊，學到台灣冇安樣嘅東西啊，所以我文學嘅師傅文學嘅身上是兩三張。對新竹北埔農家出世嘅彭水金，有客人嘅膽量堅持，開始專心研究台灣文學過後，為了想完成總理課窗，落一沙圖評出一條其他嘅台灣文學家嘅評論。第二總去40年嘅時間，彭水金完成了21本著作。不過佢咪想唔到，自己會用文學來做一生人嘅職業。當然30年前，我想嘛唔敢想安樣嘅事情啦。你睇也未講美夢成真啦，哈，之後就講原本台灣社會也在共土嘛。你台灣嘅東西用來一家唔同一家嘅文學啦，去同外國人嘅文學啦。做當各種嘅書來刊物，對彭水金也32年來嘅著作，佢提供一套作品嘅心得感受，本作者來讀者參考。因為佢認為台灣文學係每一個台灣人都應該要認識嘅。寫文學評論都要有立場啊，要有一家文學觀啊，也牽涉到台灣戰後台灣嘅對台灣文學嘅認識啊，也慢慢嚟講台灣文學變做講應該係做一個台灣人，做一個台灣嘅國民應該愛知嘅文學啊。彭水金表示，寫台灣文學評論唔係一本天天嘅作家打分數，係愛為台灣文學嘅行向落現象做第一討論。一個討論做得天天嚟建立文學嘅公信力，來提升台灣文學，還靠係一個文學評論家嘅責任。客家新聞7分之曾分之發出人高雄報道。